那种敌意和隔离。它的过程呢，是一种态度的转变，是一种态度的转变。第二个呢，是一种关系的转变。当这样子关系和态度转变之后呢，其实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人跟人之间如果和好，并不是说现在马上做一个转变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，而是说两方的关系呢，可以恢复到事发之前的状态，甚至有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一个关系。台湾有一句话说，夫妻吵架是怎样？床头吵，床尾和。也有人说，在结婚之前的情侣如果不吵架，他们未来的生活怎样？可能会起更大的冲突。所以，其实冲突是带来一个好机会，是带来彼此的一个认识，是带来我们彼此之间有可能我们的关系会发展得更好。冲突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立场，可能有不同的原因，我们有可能是有不同的观点，但是冲突带来的这个好机会，使我们在彼此中互相成长。而罪与饶恕的过程需要一再的重复，这当中会有挫折，会有沮丧，但是为了神的缘故，我们应该努力的使两方的关系呢能够完全的恢复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几个方式呢，我们要去想一想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原则落实与人和好。这个原则就是一个替代的原则。要显出真诚的与人和好呢，有3个层次我们要去注意的。第一个是思想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3个是行为。在思想上面呢，我们要想，纵使我们很想饶恕对方，可是总觉得很难，不去想对方所做的这种伤害。有人可能给你的伤害很深，可是我们可以用替代的原则，就是用正面的想法和记忆来取代负面的想法与记忆。这个人是在第一个承诺里面，也就是我不再小事想起这件事。这件事是指的是一个负面的事，所以我们要去想的是，他有什么优点可以值得我来看的地方。腓立比书4章8节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跟对方起冲突之后，我们不仅是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，我们也要除去我们看到对方眼中的那个不好的地方。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地方，它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想它好的地方没有？有一阵子，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很紧张，我常常觉得他们很不乖、不听话、很吵、很闹。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起了冲突。可是又过了一阵子，开始想，那个过一阵子其实是很快的。比如说，他们可能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被我处罚了，可是到他们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他们睡着的样子，哦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就开始想，哇，原来他们是怎样怎样怎样。我要提的是，我们常常在冲突的当下，我们的情绪是负面的。如何在这个负面当中，你要转为正面积极的？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，你要想神对你怎么样好，你就要去想我跟对方我要怎么样看他的优点。腓立比书4章所提的里面，他说：若是真的连一个对方的优点都想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为着神以及这一件事，神在整件事的作为上面，我们要献上感恩，来取代这种不愉快的记忆。当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、所看的都是不好的，所以可能你一时之间无法看到他好的优点，所以我们就要为这件事献上说：主啊，我知道这件事是你在掌权的，我要献上感恩的是，你要让我在这当中去学习成长。所以呢，在这替代原则里面，还有第二个在言语的部分。我们这个部分不只是刚刚的思想上面，也在言语上面呢。我们要转移这个注意到其他可以补偿对方缺点的这个特质上面。仁慈的话可以常常安慰正在挣扎于那种罪或窘困之中的人。哥林多后书2章7节里面说：
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话语的力量有时候是很大的。当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心情就会很好；当你责备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心情就会很差。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替代原则的时候，你跟人家冲突当中，你可能有很多负面的思想态度，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好听的。但是如果你转化一个，说一句好话的时候，其实整个形态、整个环境都会改变。最近在桃园国小1年级4班，我儿子和陈牧师儿子的那个班上，我们在上生命教育，刚好这个礼拜上到一句好话，所以我就教他们说，你们要讲一句好话，每天回家跟父母、跟你家里的每一个人要讲一句好话。那天下了课回到家里，我们家陈恩第一句看到我的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我跟你讲一句好话。”他的背后目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了那个贴纸，因为我说你只要讲一句好话，我就到时候你父母签名回来，我就给你一张贴纸，让全班小朋友都讲。他回来讲第一句话：“爸爸，你好辛苦哦。”他讲了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第2天他回来又继续讲，第3天又继续讲。他一定会不断的把这个礼拜他都会讲，因为他觉得他讲的好话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所以我们要试着跟对方讲一个好听的话，一句好话会使人的身心灵都得着改变。当你说好话的时候，你的面容应该是有一个嘴角上扬一个微笑的。龙涎不是奸笑，是一个微笑。所以呢，当你说不好听的话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嘴角会是下垂的。所以我们如何讲一个正面积极的话？像我刚刚这样跟龙涎讲，龙涎就马上垂下来了。其实没有，你是很可爱的。所以在这个替代原则里面，我们言语上也要非常的注意。第3个是我们行为，在行为上的运用呢，在约翰一书3章18节里面，这样提到：小子们，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C.S. 路易斯他也这样子说过。C.S. 路易斯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，他这样提到过：别浪费时间在想你是否爱邻舍，只要去做就对了。当你用行动爱邻舍的时候，你在那个当下就在爱他了。爱的行动不只可以改变我们的感受，更可以无误的去传达我们要饶恕对方的一个事情、这个事实，以及想要和好的一个决心。在我们经历过与神和好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用实际的行动去展现我们的饶恕。爱迪生的这个例子呢，是说他当初在发明电灯的他制作要发明电灯的时候，他旁边有助手。这个助手呢，在他第一次做好一个电灯的时候，这助手很高兴，拿着那个灯泡要跑上楼梯，可是他呢却不小心跌倒了，灯泡就破掉了。爱迪生没有责备他，可是这个助手心里却很难过。当他再一次把电灯做好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想？交给另外一个人，免得又打破了。可是这个爱迪生，他依然交给这个助手，他用行动来表示他对于他之前所打破电灯泡这件事，他完全是不记在心里，他反而赋予他再一次的责任。所以当他这样的行动展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助手他内心感受到那个温暖。所以如此看来，我们在饶恕对方如同神饶恕我们这件事上呢，不论我那个伤害是多大或多痛苦，我们要靠着神的一个帮助呢，我们可以遵守这个4个承诺，并且效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表现，那种饶恕与和好。借着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我们可以表现出真诚的一个饶恕，与冒犯我们的人呢重新建立关系。靠着神的恩典呢，我们可以饶恕人，就像主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。在问题思考里面，我们在这一周里面，我们可以去想想看，在我们跟你认识的人当中，谁是最肯原谅别人的人？你如何感受到被人家原谅那种感觉？要做到真正饶恕的4个承诺里面，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困难或最难保持的？为什么？
以替代的原则，在思想、在言语、在行为上，你觉得可以帮助你，我们跟人和好，也就是用积极正面思考的方式，你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如此的运用。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做得到，不是靠着你个人，我们是要靠着神的恩典。我现在邀请你们把眼睛闭上。在过去这个礼拜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个冲突，你们最少都一定跟人有一个冲突。这个人或许是你的家人，或许是你的同学，或许是你的公司的同事。你就想你发生的这件事情，不管对方是对与错，我要各位在这个冲突里面，只有你，只有上帝，只有对方知道。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在这个冲突上你是有错的。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你却没有依照上帝的恩典，领受着上帝的爱来回应，这就犯了错。你要如何在这件事上向上帝来认错悔改？你要如何来饶恕对方？在你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，你不再想起这件事的一个负面的东西，你不再用这件事来攻击对方，你不会把这件事去告诉第三者，你不会让这件冲突的事情成为你跟这个同事、这个同学、跟你的家人中间关系的那种阻碍。为此，我们为了这个冲突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，这个冲突是带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学习在这个冲突当中如何来面对，如何来看到自己在这当中的过犯，如何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来容神益人。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是无法做到饶恕的，唯有靠着主耶稣你所为我们留下的宝血这个恩典，我们才能去进行饶恕的这件事情。我们常常有许多负面的思想，但求主你挪去我们这些思想，使我们看见人都是美善的一面，使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能够行出上帝你的美善的旨意，使我们口中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，都是容神益人的事。愿你看过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饶恕人，不仅仅是饶恕一次，而是饶恕无限多次。而不在这当中，我们不仅反省自己，我们要带领着别人从那个过犯当中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他们看见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愿你祝福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每一个人的生活，使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，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。主耶稣，你应许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女。愿你祝福着我们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对你的爱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